远远的看过去，三合院就像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被凸显出来了。再加上今天万里无云的蓝天，真的是一片春和景明，让我有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。但是小浮夸放着我们饿着的肚子不管，到底还要去哪里呀？哇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超美的，这个绿地，这个红屋顶，真的非常客家乡村的感觉。来到这里，感觉很像是回到我以前那样老家一样。可是有亚中嘛，东北就会老师翻，对，你阿布卡斯翻，真是赣州的。我跟你讲，小时候这里原本都是老房子，然后它现在完全重新翻修，假日的时候整个绿色场地都是小的。真的哦，我跟共同来做一些都市鸭，都市鸭给来吃饭。我跟你讲，那边还有个地方，我们先过去看，那什么地方？哇，这样比我懂都客家店多的大关系。哎，真的哎，农村人都客家庄，一定要买一点店皮。来两个看一下，真的哎，可是赶都市鸭，我跟大医生饭，谁的手机不是在逛一下？你真的很爱逛哎，都市鸭哎啦。我谁来？医生饭。真是被他给打败了。明明很节俭的一个客家妹，但每次看到小店，就还是会忍不住逛一下。小店里还真的有蛮多我们会爱的客家味哦。但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嘛。等了一会儿，菜慢慢的上桌了，这一锅又一锅，看上去真的好丰盛哦。小浮夸出手也太大方了吧！哇，很澎湃哦！就是我跟你说，含油哦！哎，我最喜欢的客家菜梅干烤肉。子 C， 什么？要懂插班哎，真的是超下饭！我最喜欢的客家菜就是梅干烤肉。干两个嘛该同。这个是焖鸭，就是我们客家人，我们都是过年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塑料菜，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会吃。你们家应该也是吧？真的，哇，它已经露出来有，整个已经马上可以骨肉分开了。对。下班吃到牛米头就不会胸都不卡，小时候的感觉。两步一听没有懂会煮菜哦。土笋蛋白针都有某一时间，应该以前很期待就是吃阿婆煮菜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胸都不含米头，真的。那我们胸都这里客家妹然后客家妹嘛，味道很合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吃的都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杜思瑶呀呀来吃饭。在哪里吃饭呢？就在蓝天绿地旁边这间颜色饱满的红砖屋里喽。